线上嘉年华会马上就要开始了。没错，我是杰林，在我身旁的是汤米还有牛牛。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将由3个人共同呢跟大家一起享乐啦。没错，3个小时，没有错。重点是呢，我们节目今天在17个，我该说17个，太兴奋了啦！17个社群平台通通都会直播，没错。所以呢，观众朋友们多多帮我们分享出去，因为今天真的太多的礼物要送给大家了。不光只是高级的虚宝哦，我们还有钱呢。没错，现金礼也有。I want some cocoa. 什么 ？Some cocoa. Yeah. 好，非常多丰富的礼要送给大家。最重要的是要提醒大家，赶快去下载我们冰放的 App， 因为今天有很多的好礼，通通都在那边呢送给大家。没错。那节目一开始呢，在我们身旁很香啊。香香，真的，你这不要脸的东西，你不要想那么变态，什么东西啊？情人节让我开心一下嘛。OK 了，今天现场你还蛮幸福的，真的。在我们身旁呢有5位女神，然后我们要请我们线上的观众来预测一下，谁会是今天的最佳人气女神哇，预测完的朋友呢，还有机会可以获得好礼，并且有机会可以获得零用金1688元，太厉害了！要记得赶快按下表情符号，要 tag 好朋友一起来投票啦。对，他们手上拿的这个表情符号呢，都代表他们个人。所以呢，比如说你喜欢毛毛的话，你就要点什么？点爱心。变态，赶快把麦克风拿给他们。那你要点什么？我吗？哇，选妃子没有，我先让他跟大家自我介绍，他们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打个招呼。线上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茂茂。那要投票给我的话，记得按爱心哦。茂茂，可爱的是呢。Hello， 我叫萌萌，记得选我。选你。Hello， 我是小精灵唐明玲，然后也是天堂的忠实玩家，钱柜牛肉面盟友们，我们又见面了，大家要投我哦。哇，钱柜牛肉面，记得。大家好，我是诗晴，情人节要工作，大家一起陪我生气气。婆婆，你不投给他就会气婆婆，注意。Hello， 大家好，我是小丽，今天陪你一起过情人节，记得要按惊讶的符号哦。好惊讶，好美到很惊讶。好的，以上呢5位，然后谢谢，不用。大家好，我是米米儿。不好意思，那个线上人数要掉，赶快回来，拜托，我求求你，不要再这样子。太香了。那我们的冰放到底是什么呢？由我来跟大家介绍一下。今天要教大家如何下载冰放 App。如果你还没下载的话，赶快给它下载起来，下方 QR code 也可以扫一下。对，来，我们来告诉大家，就点开我们的 App Store， 然后呢按搜寻，然后打 BEAN， 这么生气就对了。连我阿嬷都会找。对，打冰放，然后我们看到这个冰放，我们就给它按下载，点下去就对了啦。下载下来就这么简单，然后只要只要照着步骤输入就可以了。所以呢，我们有非常非常多的优惠呢，都在这个冰放里面。所以大家要玩游戏之前一定要先下载哦。是的，因为今天呢，我们会开宝箱，宝箱也会透过我们冰放的 App 来开。所以呢，如果你想要获得好礼的话，这个 App 是千万不能错过，请把它加入到我的最爱里面，好不好？是的，而且也要跟大家同步一下，就已经下载好的人怎么办呢？你要干嘛呢？其实没有关系，你除了帮你朋友下载之外，还要跟大家讲一下，就是这一次我们的只要人数达标，我们就会在冰放里面开一个抽奖的群组。刚刚有提到宝箱，对不对？抽起来啊！这个宝箱大家要仔细看，等一下画面上面，刚刚那个画面上面有 QR code 嘛？对，然后大家扫了之后可以加入进去。那等一下我也会在直播中教大家怎么开这个宝箱。对，我们在直播的时候会不定时的抽奖，也就是说呢，这3个半小时的节目呢，你就一路给他看下去。如果想上厕所怎么办？直接尿在裤子上就对了。尿在裤子上。卫生很重要，你知道吗？尤其是现在，对不对？我刚突然想到，今天现场这么香，这么开心，怎么样？我可以跟2位合照比爱心吗？我过来一点，不就可以比了吗？比爱心合照之前，我们先来防疫的动作做一下哈。那个酒精还是要清爽一下，怎么啦？一下好不好？没有啦，主要还是要跟大家提醒一下，因为最近可能这个新型冠状病毒的这个大肆的这个肆虐，还是要注意一下，可能口罩啊，然后这个口鼻啊，对，这些都要好好注意一下啦。对，注意的时候呢，也就是说，不然就不要出门了啦。对啊，有隔离看橘子线上嘉年华会拿礼物了啦，谁管那么多？有隔离的真的不要看起来。真的，那呢，我们等一下节目马上就要正式开始，好，8点的时候，所以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拜拜。
买动漫来有闲，领券购买更便宜哦。买动漫来有闲，领券购买更便宜哦。买动漫来有闲，领券购买更便宜。买游戏来有闲，领券购买更便宜。买游戏来有闲，领券购买更便宜。买游戏来有闲，领券购买更便宜哦。买游戏记得要来有闲，领券购买更便宜哦。买游戏来有闲，领券购买更便宜。买动漫来有闲，领券购买更便宜。买游戏来有闲，领券购买更便宜。921有闲开心买。冰房。什么？为什么你会有那个健身环2月底前到Swap上参加唤起你的电玩环活动，就可以抽 Gas 点数和 Switch 健身环哦。Hello， 大家好，我是泡泡，按下爱心抽大奖哦。大家好，我是小丽，请按下金样，帮我投票哦。我是小精灵唐明玲，等等记得按笑脸选我哦。Hello， 我是诗晴，按生气，不然我会生气气哦。请帮忙我按下哭哭的符号，不然会哭哭哦。买动漫来有闲，领券购买更便宜哦。买动漫来有闲，领券购买更便宜哦。买动漫来有闲，领券购买更便宜。买游戏来有闲，领券购买更便宜。买游戏来有闲，领券购买更便宜。买游戏来有闲，领券购买更便宜哦。买游戏记得要来有闲，领券购买更便宜哦。买游戏来有闲，领券购买更便宜。买动漫来有闲，领券购买更便宜。买游戏来有闲，领券购买更便宜。921有闲开心买。冰房。
到Swap 上参加唤起你的电玩魂活动，就可以抽 Gas 点数和 Switch 健身环哦。Hello， 大家好，我是泡泡，按下爱心抽大奖哦。大家好，我是小丽，请按下金样，帮我投票哦。我是小精灵唐明玲，等等记得按笑脸选我哦。Hello， 我是诗晴，按生气，不然我会生气气哦。请帮忙按下哭哭的符号，不然会哭哭哦。买动漫来有闲，领券购买更便宜哦。买动漫来有闲，领券购买更便宜哦。买动漫来有闲，领券购买更便宜。买游戏来有闲，领券购买更便宜。买游戏来有闲，领券购买更便宜。买游戏来有闲，领券购买更便宜哦。买游戏记得要来有闲，领券购买更便宜哦。买游戏来有闲，领券购买更便宜。买动漫来有闲，领券购买更便宜。买游戏来有闲，领券购买更便宜。买有闲开心买。冰房。什么？为什么你会有那个健身环2月底前到Swap上参加唤起你的电玩魂活动，就可以抽 Gas 点数和 Switch 健身环哦。Hello， 大家好，我是泡泡，按下爱心抽大奖哦。大家好，我是小丽，请按下金样，帮我投票哦。我是小精灵唐明玲，等等记得按笑脸选我哦。Hello， 我是诗晴，按生气，不然我会生气气哦。请帮忙按下哭哭的符号，不然会哭哭哦。招数要多，绝不随风起舞，一出手就不允许任何失误。天堂 M 全新职业，女力绽放，即刻登入。如果能一次驾驭很多，干嘛只选一个？天堂 M 全新职业，女力绽放，即刻登入。如果
果实力、魅力只能2选1，那我觉得是你太不给力。天堂 M 全新职业，女力绽放，即刻登入。天堂 M 全新职业，神圣剑士，超越剑与魔法界限，神圣之地，划破黑暗，时间消除，强化控炸，神圣之环，扭转局势，全新职业，女力绽放，即刻登入。各位线上的观众，今日线上嘉年华会正式开始，耶！哎，来，我们来宾欢呼一下，好不好？是的，不好意思，让我们线上的观众久等了一下下。对，因为我们今天真的太多礼物要送给大家，刚刚呢还在一一的盘点当中。还说有这么多卡在带来，送这么多出去，要数很久。今天的观众真的太爽了，太幸福，有拿又有得玩，又有得看。没错，根本就是线上电玩城拿不完啊！舒服，真的不怕你不拿。只怕你不上来当肉也不看。没错，赶快冰棒下载起来，还有我们的游戏橘子港曼尼亚 TW 主频道一定要收看起来，好吗？是的，那呢，在我们节目一开始呢，要跟大家讲，除了刚刚说到呢，我们的 App 呢要记得下载，只要搜寻冰放啊就可以了。因为今天呢，除了在上面呢有宝箱可以开之外，我们呢还有非常多的好礼，通通要送给大家。好像有点数，对不对？没有错。如果你今天是我们冰放会员的话，哎，等一下呢，我们抽奖的时候会多送你一张刮刮卡，最高可以刮到6000。聊天室刷起来了。对，那么我们会在17个社群上面呢来做我们的直播，那也欢迎观众呢多多帮我们分享出去，让更多的人来一起跟你抢礼物。没错，当然谁要分享啊？一起来当分母仔，一起当分母，分子越来越少这样子。那在这边跟大家再说一个好康，橘子线上嘉年华 Gash 商城限时特惠哦。哎呦，特惠就是呢，只要你买1000的 Gash 点数，就可以有93折的优惠点。然后呢，如果你用橘子支付的话，还有12%的最高回馈。所以时间只到明天晚上12点截止，大家赶快下载起来好吗？没错，那呢，当然呢，我们3位呢，在今天情人节之外，明天呢也会在线上的陪伴大家，继续度过快乐的3个小时。而且今天我们刚刚提到了嘛，今天提到3个小时，我们有不一样的游戏环节要带给大家。没有错，我们有分别有天堂 M 的挑战赛、风之谷的挑战赛，还有买游戏来有闲，有3个部分。但是呢，刚刚讲到这么多礼物呢，到底要怎么拿？要怎么拿？不好意思，3个小时半呢，我们呢就会不定时的来发送。有可能会突然冒出一个 QR code， 像现在有可能吗？或者是下载的时候，或者是下载完，然后我们可能就是玩一下那个，等下跑出来那 QR code， 你登录进去开宝箱也有机会拿到。是的，总之呢就是要提醒大家，千万不要错过。想要上厕所，手机拿着去好吗？我觉得今天最烦的就是因为有太多的优惠了，所以大家会很忙，就一下要看节目，又有优惠又要抢。对，会有点分心了。但没办法嘛，我们游戏橘子就是这么大方，哎呀，受不了。而且我还要提一下，刚刚有提到嘛，这个今天是有新风之谷跟天堂 M， 对不对？我要跟大家讲一个好康的，就是今天的直播人数只要到达一定的程度的时候，我们的官方还会再加嘛，要加什么？我等下再说。好，加什么？我等下再说。我等下再聊。好的，那呢，先跟大家讲，马上就有一个预测的比赛呢，要交给你们了。没错。现在呢，来看到我们主频道我们的留言置顶处呢有一个连结，把连结点下去之后呢，今天呢我们现场来了8位在实况界都非常知名的实况主。是的，等一下我们会分成2队，那就由你们来预测到底哪一队会获胜。名单已经摆出来了，太高级的阵容。特罗斯小队跟反王肯恩小队。是的，那只要呢你们预测成功的话，就像我刚刚说的，除了有礼物可以拿之外呢，我们还会加码一张 Gash 卡，那呢最高可以让你抽到6000点。所以呢，赶快第一个置顶呢给它点下去啦。而且待会儿呢，我们刚刚也看到2支小队会进行一个 BO3 3战2胜制的一个赛程。没错，所以赶快为你喜欢的实况主给他投票投下去。是的，我们刚刚讲这么多了，我们是不是应该要让他们来跟大家见面一下？当然，来，让我们3位请坐，大家千万我们要先偷偷坐一下，能坐就不要站，能躺就不要。多懒，要多懒。好，马上呢，我们要欢迎呢这2个小队。首先呢，第一队呢是我们特罗斯小队，欢迎我们的丁丁、小夏天、令狐聪还有泱泱。哇！我们要不要请他们跟大家稍微打个招呼？来，你们
们各自来讲一下，先从泱泱开始好。好，泱泱 ，Hello， 大家好，我是泱泱，今天祝福大家情人节快乐！不要哭，不要哭，泱泱有你，我就好快乐。为什么变痴汉了？我也变痴汉，你本来就是。我是。好，我们来接着小夏天。大家好，我是夏天，祝大家有情人终成眷属。哇！又要笑，不好意思，一点都不冷。他刚刚说有情人终成眷属，你又没有单身，你笑屁呀！我有左右手啊，珍妮跟珍妮好可怕哦！好，这一3位令狐冲。大家好，我是令狐冲爷爷，按赞令狐冲，订阅令狐冲，谢谢大家。帅啦！还顺便工商一波，有没有要订阅跟按？Hello， 我是丁丁，欢迎订阅我的频道。我们今天一定尬死隔壁。哇！一开始呛虾，你们知道我们等下有呛虾环节吗？还不是再唱一次，再唱一次，更嘴炮，更嘴炮，更嘴一点。好看，好看。好，那我们来欢迎另外一支队，我们的反王肯恩小队。欢迎我们的雨熙、叶熙还有小屁。那我们请月熙来先帮我们跟观众打招呼。嗨，你好，我是月熙，谢谢橘子让我情人节有事做喽。好可怜。为什么听起来好像有一点点的哀伤成分在里面？有点悲伤。对。好，雨熙。Hello， 大家好，我是雨熙。情人节没有人陪没关系，我们天堂大家都在陪你们。耶！太神了！好，第3位我们的小苗。哦，小屁，我想说我说切没了。小屁，真的很亮，现场真的很亮。大家好，我是小屁，订阅小屁大宝连续情人节有我们陪你。可以耶！他有单压，他有单压成3，单压有单压。哎，最后一位帅哥。Hello， 大家好，我是敖，然后大家记得去投票，投给反王肯恩队哦。我以为你又要投票了，我以为怎么又1月11号？可是你知道反王肯恩小队刚刚他们有呛你们，你们不呛回去一下吗？我们先保守啊，对啊，因为先呛的都会输，先呛的都会输。没什么好讲，就是你们差不多了，该下去。可以滚了吧？太凶了吧？太凶了。好，2队呢，分别呢，大家已经看完他们已经自我介绍了，所以呢，有没有哪一组是你特别想要投的？赶快去给他预测下去了。因为马上我们就要直接来进入我们的 PK 赛。对，我们等一下呢要邀请到这个我们丁丁令狐冲小屁等一下要带我们进入新的副本冲突之塔来探究竟。我们要来爬一波了，要爬塔一下，爬起来了，好不好？哎，这边我们已经准备好了吗？不好意思，这后面这4位是网咖，后面怎么玩起来了？然后前面4位美女就是一个很漂亮的 pose 这样子，然后后面已经那个。少林48，他们已经进入备战状态了。好，那我们就开始喽。爬塔了。对，导播可以给我们他们的游戏画面吗？有了，哇，马上开始，交给你们了。冲突了，起冲突了。好了，大家好，我是丁丁。现在我们要介绍冲突之塔。首先，冲突之塔是2月5号到2月19号开放的限时副本。那这个副本进来等级是75级限制。那每个伺服器依照各小区跨服区分。那我们里面现在目前这一组2货队呢，我们等一下会带领大家前往1、2、3楼。那1楼进去，其实每一层楼进去都可以使用金币或者是名誉货币进场。那进场的时候注意一下，因为1楼的怪物非常强，1楼的怪物的强度大概是奥塔6楼到7楼的，我觉得大概这个区间吧。一只怪打你可能没事，可是一群怪打你，你还是会扣血。那1楼的怪有个特性，它是不死系，法师可以用起死回生爆怪。2楼的怪物属于龙族，2楼的怪物的强度大概是傲慢之塔，我觉得是9楼到10楼之间的强度，我自己是挂不了了。那3楼的强度基本上就是傲10跟遗忘之上的等级，基本上只有大课长可以挂。那等一下我们会带领大家前往里面各楼层一探究竟，顺便让大家看一下3层楼的王。然后我们先直接到1楼里面去，我们边走边介绍。好，我们在1楼里面，基本上1楼的地图它的样貌跟奥塔7楼蛮像的，可是有一点不一样，有点落差。那这个部分里面的怪物都属于，为什么有人插我？简直荒谬！是不是欠均晕啊？你是不是欠均晕？好，那我们继续讲一下，我们不要理这个，他的2货打不死我的。那我们这一层楼基本上来说，它的王是深渊的吸血鬼。他每天晚上9点的时候会出，那出王的这个王，他主要是避掉英雄制作秘籍。
以及其他的一些杂项。那冲突塔为什么这么多人想来？因为冲突之塔有它的小怪会掉落我们非常需要的平时变换石以及红白的万能药。那其他的蓝装那些我就不用特别多说了。那这边要特别注意一下，1楼的小怪，当你打死之后有机会。应该说各层楼的小怪，你在打死之后都有机会出现监视者，也就是隐藏的 BOSS。这时大家所有的该楼层的所有玩家会被传送到入口区域去找寻那个监视者。那有人会说，监视者除了隐藏 BOSS 跟真正时间点出现的大 BOSS 有什么不一样呢？基本上掉宝的内容都一样，唯独必掉物品会不同。像1楼、2楼、3楼会拿掉一些关键性物品，像1楼会把红布拿掉，避掉红布的移除；2楼的话也会移除一部分的东西，移除工匠卷；3楼则是把工匠卷跟史书这种避掉的东西移除，直到几率掉落。可是大王正常的时间点出现的王都是会全掉的。那这边要特别讲一个东西，就是1、2、3楼的小怪其实都会有一些负面技能。那1楼最讨厌就是会绑脚，会有束缚术把你脚绑起来。好，那这边再跟大家偷露一个小消息，还有印象在2月12号吧，那天晚上12点有出现一只隐藏的3楼 BOSS， 一个很傲实的长翅膀的乌格努斯。那个隐藏的 BOSS 下一次出现。哦，他说队伍关掉，好 OK。他说下一次那只王的时间点，因为我们要让你们看怪的名字，所以把队伍关掉了。那我们以怪的名字为优先。3楼的乌格努斯下一次出现时间点，我可以这边透露给你们，在2月18号的晚上12点会诞生第2只乌格努斯，就在我们19号维护前，所以大家一定要好好的把握这最后一只的乌格努斯，因为它喷的宝基本上是属于1、2、3楼的王，所有会掉的紫色技能都会喷。那1楼我们基本上是区分于它主要掉的东西是属于法师系的双救光，2楼掉枪手的双子破坏。3楼则是掉神圣剑士的双强化技能，大概是这样子。那我们现在1楼看完了，我们回到回卷去看2楼吧。哇，这个职业非常的强啊，他连一些没开放的技能都开放了。我们在2楼看一下，2楼的环境基本上也是属于很像奥曼之塔的地形，但是它的遮蔽物比较少，等于说。基本上视野跟空旷度比较大，你没有什么地方可以像1楼这样子贴墙角卡，因为它太空旷。然后2楼的怪是属于龙族系列居多，龙族系列的怪就是血厚，然后范围物理攻击混伤，大家这边要注意一下。一般的玩家进来这边，我建议是组队或者是带一只法师帮你补血，你们自己玩得很爽，我在这边讲。好，那我们现在再按回卷回到3楼，3楼的地方，我相信就开始有人要扑街了，好吧？听队长的话好不好？听队长的。你们那边谁在单机版？有一个没到，谁？令狐冲。好，我们来这边。这是奥曼塔3楼，不是冲突之塔3楼。我相信有些玩家可能还没有进来过这